好攰啊，終於可以唞下。睇下今日睇邊位老師嘅作品好先。哇，正啊呢個！一撳入去廣告入邊已經係一個靚女，撳落去睇下先。喂，點解係仔嚟嘅？你好似唔信喎，唔信就俾你睇下啦。大家好，相信你哋都遇過呢種陷阱彈槍㗎啦，就好似我哋打緊 boss 嗰時，忽然冒出個隱藏關卡。但係今次我哋唔會再做呢個逃走嘅勇者。而家進入生存模式教學，第一關物理隔離術。當你見到可疑內容出現嗰時，就當佢好似一個飛嚟嘅波咁樣避開佢。我哋嚟實戰練習一下。當你見到呢個標誌嗰時，你會點做呢？正確答案提示，恭喜你哋成功通過第一關。科學警告：如果我哋連續喺度撳或者睇呢啲不良內容咧，係會導致我哋嘅腦釋放過多嘅多巴胺數值。睇下就好似呢個被劫持嘅雲霄飛車咁樣，我哋要即刻安裝緊急剎車系統。第一，開啟青少年模式嘅深度過濾；第二，撳舉報按鈕；第三，每日設定20分鐘嘅純白噪音，淨化內心雜念。孤軍作戰係咪好攰啊？其實香港係總共有7個舉報點嘅，每一個舉報都會令到呢片星空更加乾淨。嚟啦，我哋一齊將我哋手機嘅燈光舉起啦！睇下，我哋而家就已經整緊全銀河系最強嘅防護網啊！偵察到高強度誘惑攻擊，而家啟動最後防線。放學之後約同學去圖書館溫習，估唔到咧，其實人際關係先至係我哋人類最後嘅防火牆。而家就輪到你哋去創造同埋諗出新嘅戰術。記住啦，我哋每一個正確選擇都喺度改寫緊網絡世界嘅 DNA。